第47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第6代战机 F-47，但是呢，已经落后中国4年了。据美联社当地时间3月2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美国国防部长豪克塞斯共同会见媒体的时候宣布，选定波音公司来生产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下一代战机命名为 F-47。特朗普是美国第47任总统，将这个新战机命名为 F-47，其含义不言而喻。在这个地方，我不禁的要多说一句：谁说美国没有个人崇拜啊？其实美国也有。特朗普毫不掩饰地说，新一代战机在名称当中有一个漂亮的数字，它将是有史以来性能最强、杀伤力最强的飞机。这无疑也是在说，第47任总统特朗普就是有史以来最棒的总统。特朗普向外界透露， F-47的实验版本已经秘密试飞了近5年了，它已经在秘密试飞，我们确信它将超过全球任何一款战机，它具备前所未有的机动性、速度，说这个速度超过2马赫，以及呢武器系统和隐身能力。关于这个隐身能力特朗普称F-47借助隐身技术，将使美国的敌人永远不会看到它出现。特朗普还表示 ，F-47将配备许多无人驾驶飞行器，这架飞机可以操控许多无人机伴飞，想多少就飞多少。这是一项新技术，但它不会自行飞行，它与许多无人机一起飞行，想飞多少就飞多少。这是其他飞机无法做到的。特朗普没有透露完成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的生产成本。据路透社在这个之前的报道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生产成本可能超过200亿美元。而对完成时间问题，特朗普提到，将在他任期内建造并升空一支 F-47机队，这等于暗示 F-47将在2029年前升空。不过即使按他所说的计划，F-47升空的时候它已经落后中国4年了，因为咱们的歼36的首飞时间是2024年12月26号。承担 F-47研制的是波音公司，这个 F-22战斗机就是由波音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联合研制的。波音公司当时主要负责生产 F-22战斗机的机翼、后机身、航空电子综合系统和培训系统，因此呢，波音也有生产最先进飞机的经验。不过 F-22早在2011年12月就停止生产了，已经过去了13年多了。波音能否按特朗普的要求顺利完成研制计划，那还不一定呢。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豪克塞斯对 F-47的装备计划，他也充满信心。他表示，随着 F-47的出现，美国向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敌人发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即我们将能够在世界各地自由地调动部队和军事装备。他声称，这型战斗机是送给未来几代美国人的伟大礼物。作为商人出身的总统，特朗普也没有忘记了他的推销的本行。他表示，美国的盟友已表现出购买的兴趣，而且可能会获得阉割版的战机。被特朗普搁置的美国第6代战机计划，终于在特朗普的手上重新启动了。但即使按照特朗普的要求在2029年前升空，那也是4年之后的事情了。但4年之后没准中国的歼36已经服役了，甚至第7代战机都可能在路上了。所以特朗普的 F-47落后于中国6代战机4年以上，这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这个在以前是咱们中国人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当然，这里的前提是我们的歼36研制计划要一切顺利。F-47的上马对于中国的军事航空工业也还是有一定的考验的。不过这个地方我们倒是要用中国的文化来调侃特朗普。型号 F-47，这在中国人看来太不吉利了。为什么呢？那个英文 F 开头的那个骂人话，再加上个死去，这个实在是让人忍俊不已。他还吹嘘美国的敌人永远不会看到它出现，这不等于是说这种飞机永远不会研发成功吗？所以总体来看这个 F-47也就是那么回事。好，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王一飞评论，下一期再见。